伊其他的作品，其实咱嘛可以看到几道相同的东西哦。像安尼，像那个周田地杯个散文地杯，安看到伊描写遐个西摩耶是同西来共用一个田地里一个工作，一个周田哦。他跟人的分配的工作无共用。西来耶做辛苦是咧饲牛来田，西摩耶呢来做遐个田神哦。唔免讲，古时来讲是客家嘅西摩耶地杯，西摩耶唔会拍役个小脚哦，从不会太极，因为唔会从不会做事哦。像遐个立山农场地杯嘛有西来耶公，有南公，有五公，沿共用起个农场地杯来做事，他家己过得几好，可以互相冲山过来交流哦。西来耶同西摩耶沿用迄平等，可以共下来工作哦。唔免讲西摩耶像起乌卡做事哦，西摩耶嘛有西摩耶嘅工作，西来耶有西来耶嘅工作。唔免讲说讲西来耶几厉害，全部伊来做，西摩耶嘛会来分担哦。其他嘅作品其实对西摩耶嘅描写，就係佢能力言辞呢，一定會行過夾。西來耶嘛係，西來耶唔對家位會溫柔，總唔對對人唔尊敬哦。故所以伊也作品地方，伊對西摩耶其實幾尊敬哦，描寫下來，每個西摩耶就幾厲害，冇一隻西摩耶唔會嘅。西來耶當然。西來有西來嘅工作，西摩耶有西摩耶嘅工作，用兩個西來同西摩耶其實共用平等，共用起為了身份來來做事哦，唔會講唔會像西摩耶會像西來耶哦，也係喺客家文化地位其實同其他嘅文化比較冇共用嘅一點哦。除了總理府，其他嘅客家作家嘛共用對五星嘅描寫哦，我哋看到嘅就係五星幾厲害，演乜嘅東西就會做。當然男性其實是個角色就會貪一些咯，因為不是我哋就會看到西摩耶係幾個家庭嘅一個重要嘅支柱哦，係冇一個西摩耶幾個家庭，你就冇辦法推撐下來哦，冇辦法推支撐下來哦。因為西摩耶是有家厝地位，其實幾重要。就像總理府，伊寫幾道品味，正式身份嘅品味同小說地位嘅品味，兩個就幾位，兩個人就幾實嘛哦。現實身份嘅品味都落嘅，伊喺天橋地位，伊都係拿一個兩味。看到錯一拍下嚟去，總唔得本錯生出來。伊係做得，伊自家還會去掘菜啊，喺掘子孫嘅哦。是故事地位嘅品味呢，乜個東西就會做，乜個東西就會做。生意嘅嘛會照顧啊，老輩嘅田師嘛會做。立山農場地位其實有幾道西摩耶，唔像書法。還有煙梅嘛係幾位嘅一個西摩耶哦，還有那個瓊法也嘛係一個幾實忙嘅西摩耶，其地位嘅西摩耶，每一隻就係幾努力幾實忙嘅西摩耶哦，每一個就係幾健康，其總理府嘅小說地位其實唔看唔到唔健康嘅西摩耶，從不有幾健康，數據幾能力的哦。對西來耶嘅工作，西來同西摩耶工作又可以做幾好，搶起烏卡做烏卡嘅事情哦，做烏卡嘅協調，而是老輩嘅工作嘛係幾能力哦，嘛係做到幾認真，唔係本人講，唔係輸南美人嘅一個角色哦。又係是總理府小說地方，我哋可以看到嘅一個五星嘅描寫哦。